有臉孔的滿月天秤座斜線天秤座滿月許願2026斜線4斜線2有臉孔的滿月。最簡單月亮許願，黃金之法系列之72。什麼叫月亮許願？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月亮許願，那我先告訴你，所謂的新月或滿月許願是一種免費又強大的許願方式，每半個月就有一次，能幫助你迅速完成願望，甚至連改變地球的政治和氣候都行。什麼愛情、健康、金錢這種更小的就更加容易成功，超級厲害。本次的月亮許願稱作天秤座滿月，天秤寫成天平也沒關係，兩者意思完全相同。還兼粉紅色月球極致強化人緣的力量，能量比普通月亮許願強大。可許願時間4斜槓2的上午10 12 AM 至4斜線2的下午16 54 PM 及4斜槓3的晚上20 12 PM 至4斜線4的上午晚上10點12分。星號注：一、以上時間均為24小時制，我甚至還注明了上下午 APM。二、此時間均為台北、地球東八區的時間，如果你在別的地方請根據自己的時差調節。比東八區早幾小時，你就早幾小時許願；比東八區晚幾小時，你就晚幾小時許願，就這麼簡單。三、哪個占卜師會像我這麼仔細的？如果有人這樣還看不懂，再有人問我關於時間的問題，我一律不回答。具體做法：步驟一、拿出隨便一個本本或者一張紙。二、在紙的第一行寫上我命令宇宙和月亮幫我 XXX 完成以下願望。XXX 就是你的名字，中文英文冇所謂。三、在第二行寫上你當下的西元年月日和小時分鐘作為證據記錄。四、從第三行開始，你就可以寫願望了。這些願望必須是你真心想要的，不太想要的願望就不用許了。五、滿月只能許減髮型的願望，因為滿月之後的月亮光會一點點變小，所以要用減法來算。六、例如像我要減肥，還清負債，我討厭的人遠離我，獨裁國家趕快解體滅亡，學校霸凌過我的人也被人霸凌致死，這種的減髮型願望就可以。但是像我要我愛的人愛我，我要有錢，我要去旅遊，我要健康，全體民主國家的居民越來越富裕幸福，這種的加髮型願望就不行。如果你想用加髮型的許願，等15天，到下次新月許願就能許了我。七、願望的總數必須在10個以內，不能超過10個，但可以少於10個。如果你有超過10個以上的願望，那請你等到現在這一批願望成功了以後，再把下一批新願望加進來，已經成功的願望就不用管它了。八、寫完願望以後，如果能看到實體的月亮的話，就對着月亮對念你的願望就好了。沒法看到月亮的話，你可以觀想新月的形象和你願望的這張紙重合，觀想完再念願望。所謂的滿月是一個全亮的月亮。滿月滿月滿月。九、怎麼念？用你的嘴巴念，或者在心裏默念，念你剛剛在紙上寫的所有文字一遍。念完之後，在最後面加一句月亮我命令，幫助我完成以上的所有願望。這些願望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實現。這句話一遍，這樣就算完成。十、無論你有沒有看到實體的月亮，無論你用嘴巴念還是心裏念，無論今天是什麼星座的許願，是滿月還是新月，發力的效果都一樣，沒有區別。11、說完願望後，就可以把紙或本本放到任意一個地方，不用再管它了。12、等到下次15天後的新月許願，可以把你現在寫的拿出來，劃掉已經完成的願望，沒完成的就繼續留着，下次許願的時候再對月亮許一次，直到它實現為止。以上就是天秤座滿月許願兼粉紅月的全部流程。最後我祝福你，你的願望現在已經實現了。我說你實現，你就必定會實現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